喺呢個時代，好多人乜都想要快，賺快錢做決定，最好即時見到成果。但係一個好嘅決策，從來都唔係即刻就有答案。一個真正有價值嘅選擇，唔一定係今日睇落去最好，而係就算過咗10年，你依然會感激自己今日嘅選擇。投資 Supported Living House 回報可能冇其他投資咁一鳴驚人，但佢嘅價值係視乎你願唔願意望遠少少。一項由英國政府支持嘅社福項目，每年超過50萬名特殊需要人士因為你而受惠。你同時得到一份25年嘅穩定租約，長期回報，專人管理，每年租金收益約13000英鎊，唔需要25年一半嘅時間，已經可以收返全額成本。人嘅目標會變，但係穩定、安全、有意義嘅資產只會越嚟越稀有，所以如果有機會，就應該及早把握。